较早，欢迎收看公视第2台9月11早起新闻，我是朱永晓。咱先来关心风台上新的动态。这个强度风台灿树已经伫昨暗时5点半发布路上的警报，按算是会伫今仔日和明仔载影响上大。绿岛甲兰屿嘛已经宣布讲今仔日停班停课。咱来听气象局拄则8点40上新的说明。 在今天早上8点的时候，第14号台风灿树已经来到鹅銮鼻南东方大约210公里的海面上，预估往北的方向从东方近海北上。目前我们发布海上警报区域已经扩大到巴士海峡以及台湾附近所有的海面。 陆上警报区域则是花东地区以及南投云林以南的地区。我们预估这样的情况之下，其实目前。 台风它还是个强烈台风，但是从昨天夜里、今天清晨到现在，强度一直在减弱。预估台风在北上的过程中，强度还会再减弱一些。但是纵使减弱，提醒大家，它在经过我们东边海面的时候，仍然是一个比较强的中度台风影响我们。而且灿树台风风雨的结构非常扎实，所以台风中心所经过的地方要特别留意，因为受到 台风外围环流波的靠近，所以清晨到目前为止，从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到恒春半岛都下着雨，好，断断续续下着雨。我们预估这今天白天到晚上8点，这今晚8点到明天早上8点，就以今天降雨来说，随着外围环流或是环流的接近，基隆北海岸地区、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越晚雨会越大，而且会出现局部性的大雨或豪雨，甚至今天深夜到明天清晨，这些雨会越过山脉，会往我们西半部的陆地移动。 至于明天星期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所的降雨分布，以及明天晚上8点到星期一早上8点的降雨分布，我们可以看到台风影响我们带来的明显降雨，从今天晚上下半天以后，一直到星期天，甚至星期一的清晨，就是雨势集中的时候。因为强度风台灿树已经近我，农民甲渔民也赶紧防灾并修成。 玉山的白云山庄拄开放尔，就因为风台的关系，又搁爱关起来。东部的业者也烦恼讲，这个风台会耍断甲真功夫，广告的扛棒拢赶紧先拆落来。工作人员出动吊车，把店面的大型看板拆落来，因为灿树风台愈来愈晚，花莲一寡业者赶紧请人把附近车路的广告篷布、看板拢暂时拆落来，以免发生危险。 海洋公园嘛是同款，烦恼讲风伤强，赶紧把25公尺悬的摩天轮车厢拆落来，刷到平地来扇风。我们为了整个财产安全以及游客的安全的着想，所以我们今天先行把它做一个拆卸，以防有一些突发的状况会发生。等一下休息一下，然后东西准备完之后再直接撤退。 哦，好，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几落个正无简单，才排到白云山庄的山友，大入来的机会又搁无去啊！原本玉山国的公园管理处为初10才有条件开放山屋，不过开放头一天就拄到风台警戒，只好公告禁止入园，也派员劝山友离开。为了安全，山友原来配合落山，等待后一届来带。 这届灿树风台是强烈风台，台东富工渔港的渔民赶紧到渔港，用缆索甲渔船互相绑好安。大部分的渔民也将船赶紧开入来港扇风。好，捡到啊！大家拢吊起来，大家拢吊去那边去。在东海岸东河乡所种的文旦柚，农民已经开始抢收啊！这2天也抢收7、8成。只不过甘蔗类的大栽丁年底才会当采购，即马拄到风台威胁，农民会当做的防范风台也真有限，敢若当祈求灾害较少淡薄啊。同款经受影响的还佫有分林沿海的这渔民，趁这2天先将外海这蚵仔先送转来。中秋要到啊，有收较济无？ 有啦，有收较济啊，但是风台若来散了，就少到100杯啊。当地蚵仔农是讲，今年蚵仔量受到前一届落大雨影响，整体收成量较输往年同期。目前蚵仔的价销维持伫每台斤160至180，因为中秋有需求，为了避免损失，蚵仔人赶紧出海抢收，希望收偌济算偌济。记者综合报道。这个风台灿树按算是伫礼拜四会影响上大。 国军的第4作战区也已经有分配阿兵哥，等要随时救灾。相关的防灾装备也已经伫屏东、佮有台南等等的营区来等待命令。
国军的两车突击车到屏东台南台面，国军第4作战区针对灿殊风台来袭，伫初10日达完成有伫兵力编组，包括两车突击车、手灵船等3类10项载防装备。另外，大型的抽水机、发电机、卡土机也拢先做装备检证。第4作战区讲，针对高雄的桃园、南马社这挂土石流监视区域，已经派15位海军陆战队过去，台兵执行有防性居民特异任务。海军也发新闻稿讲，已经完成水下作业大队加陆战队人员救灾专区的整备加兵力有地，派驻苏澳、台南、恒春加高雄南马社地区台兵。东部沿海地区初10日达已经开始透风起影。台东县政府已经发布禁制公告，提醒民众莫去危险地区看景，也派人巡逻。如民众擅闯管制区域，经劝导不离去者，可依灾害防救法处新台币5万元以上25万元以下罚款。灿殊风台瓦军气象专家讲，伫这几年已经正罕的有强烈风台侵袭台湾。伫最近这边的强烈风台是2016年尼伯特风台，迄当阵农作物的损失超过9.6亿。若是灿殊风台登陆，要特别注意强风大雨。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看《中国时报》。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和美国总统拜登7个月以来第2届通电话。习近平强调讲，安怎补好中国甲美国的关系，是一条一定要回答的问题。拜登是回应讲，美国无要改变一个中国的政策。接来是《自由时报》，为着要阻挡中国的威胁，这个国防部提出飞弹宣布大量生产的特别预算，包含生产有源头打击的能力的飞弹，阁有造军舰的经费。这特别预算上济是2400亿，按照伫拜四的行政院议会通过，加上立法院来优先审议。落尾是《联合报》，这届美国棒球公开赛查某单人的决赛，真罕见是由2个约未满20岁的选手来抢冠军。一个是加拿大19岁的费南德兹，另外一个是英国18岁的瑞杜卡努。这场决赛按算会创下一个大赛22档以来头一场由少女来抢冠军的比赛。咱镜头搁转来关心国内疫情，台北市一礼拜以来就出现3个病例，其中有2个是感染源不明，包含台北松山有一间国中有学生来确诊，伊读的学校昨就停课，下晡夜全校拢来做 PCR。这位高中生伊读国小的小妹，目前采检是阴性。台北市卫生局讲，按16179，因为身体无爽快，9月初8去看医生采检，9月初9确诊。卫生单位已经安排甲伊带做伙，抑个学校密切接触者采检加居家隔离。学校9月初10已经完成环境的清消，全学校有封性停课5天。学生加教职员已经采检751人，60个人阴性，其他各地的检验。我们在过去7天确诊例是3个，其中2个是不明感染源。所以如果纯粹只从数字上看起来到底是我们台北还没事，还是这是暴风以前的零件？这位确诊的学生，毋但是考球校队，要去上小型的家教课，甲又有相关接触者的居家隔离的人数超过100位，感染源也搁伫咧查。验过伊的外妈住伫咧邦桥，毋知敢有关系？因为他的外婆住在板桥，然后他这次也是不舒服，到板桥的医院去做采检，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不能排除他的地缘关系。这个匡列的人数比较多，因为他同班同学就有29位，再加1位转出去的孩子，那还有足球队的19位的学生，那还有他自己的其他接触的这些相关同伴的接触者的同住家人，目前都有100多位。目前台北市确诊的就是这位高中生，因那另外一间高中有学生不甲伊接触，也已经停课。一个就是伊读小学的小妹，采检结果是阴性。验过教育局医院流行控刀共区域的18间补习班、安亲班有封性停课1天。再加上文山区有2位老师甲确诊者的脚链相踏。这波疫情，和台北市4个行政区12间学校405人居家隔离，1536人停课。主要它是跟我们的确诊者，他在同一个高风险的区域里面，有比较长时间的在同一个场域，
这个部分我们才会列为我们看过相关的监视器，才会列为所谓的居家隔离者。那个地点大概就是在诊所。确诊的文山区综合工人，目前列做感染源不明，甲伊卡抓小台2位老师采检结果拢是阴性，有安就会隔离14天观察。受到影响的文山区每一间国中甲幼儿园进行预防性停课，3个人拢有去看过病的诊所，医护人员也拢被扣列。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内昨是增加2个本土甲5个带病入境，阁有1个死亡的个案。讲到这邦桥幼稚园群聚案，因为埃及爸爸和伊的母囝拢是染到 Delta， 即马也判断讲应该是埃及爸爸喂互因的。另外，伫境外的病例内底出现头一个男子 AZ 甲 Moderna， 煞也是确诊的病例。不过，也有一个疫苗的好消息，就是南美 AZ 又阁有45万8,000剂，伫昨下晡送来到台湾。一个疫苗来到台湾，咱国家买 AZ 疫苗，初10拜5下晡3点外，由华航载到桃园国际机场。这批疫苗有45万8,000剂，效期到今年12月31日。完成检验了后，会提供给民众来做。到现在我们购买的AZ 疫苗现在到达是372.7万剂，这是第8批。另外，指挥中心也公布新增加2例本土病例，个案分布台北市甲新北市各1例，调查也伫进行中，要找出感染源。另外，确诊个案内底新增加1例死亡的病例。松山区的一个国一的小朋友，那另外他整个那国一现在已经进行相关的一个学校的一个停课，他自己有一个好像有一个妹妹是读国小那目前好像采检是阴性。最近1礼拜，境外2例病例基因定序结果也公布有14例变种病毒的病例，其中13例是Delta变异株，内底有5例是完整注射疫苗了后确诊。大致注意的是，有1例是注 AZ 甲Moderna，是国内侦测到的头1例，注无共疫苗了后出现突破性感染Delta的病例。分别在4月打了 AZ 的1剂，然后8月初打了1剂的莫德纳，那这个也算是我们国内这边侦测到首例这个混打之后出现突破性 Delta 感染的一个病例。另外，新北幼儿园互相烧的事件，基因定序结果发现，埃及爸爸的太太甲后生2个人拢是 Delta， 应该是出地人互相烧的。即阵总计有超过1196万人次注射新冠疫苗，疫苗注射率是46.62%，这次人口的比率是50.96%，并且新增加4例疫苗注射了后死亡通报事件，其中3例是 AZ， 1例是高端疫苗。记者综合报道。新北昨是增加1个本土，市长侯友宜表示，这个个案和幼稚园案是无关系。另外，埃及爸爸和伊的看守，阁有2个埃及亲情行大过的所在，也已经拢公布，因有去过山区、大卖场、便利超商这寡所在。原来幼稚园这案例目前是无增加新的病例。新北市初10增加1个本土确诊，这深坑个案是伫在31.2，课内接触者13人，捌去过菜单、面包店、深坑爱心天使站，是毋是甲幼儿园染疫事件有关联？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无关系。他本身因为有疾病，所以要到医院就医照胃镜，之前就特别作为 PCR 检验出来是31.2。新北市也公布指标个案，埃及爸爸甲太太去过全家便利店、家乐福妇幼用品专卖店。外界关心埃及爸爸甲2名确诊的兄弟疫调结果，新北市卫生局回应3人是家己开车到规个县市山区做小型工程，工作时阵无其他人。另外，邦桥一个社区大楼染疫风波，到70早起采检813人 PCR 拢是阴性，不过有儿童主护囡仔出现发烧，采检了后 PCR 虽然是阴性，不过大家拢真烦恼。那如果有孩子在这个时候是有症状的话呢，我们会建议要尽速的就医。当然，我们这附近呢都有提供随时的这个设筛站，民众有疑虑的时候都可以去筛检。新北市幼儿园群聚案件，17人确诊，初10无新增加的确诊，扩大可能采检1454人，全部拢是阴性。我们希望在扩大框内采检过程当中，能够有效的控制疫情，让疫情能够稳定下来。
新北校园野战调查13号5220人有封城停课，采检阴性了后，伫7日恢复上课。只剩3号2149位学生甲11间补习班继续有封城停课。针对 AZ 疫苗第2期，校友已宣布要用双轨制，15就开始做。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国际新闻，一个阿富汗的喀布尔有一间报社2个记者，因为去采访女性抗议的新闻，却互塔利班压走。落尾这2个记者竟然阁受到苦毒。这个塔利班进前声声句句讲会尊重女性甲媒体，一声恐惊，互人认为讲因是空嘴报纸。身躯拢是乌青，因只是做记者本分，却遭到酷刑处罚。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对新闻工作者开刀。路透报道，喀布尔当地报社2名记者塔奇甲尼麦特因为采访妇女上街路示威，中途互人压走，率去带到警察局，用棍仔拍，佮用皮鞭、电线术。对照进前塔利班承诺会尊重媒体，因讲是扇家己的嘴皮。نزدیک به 10 دقیقه همین رقم 7-8 نفر به جان ما تا که زور داشتن میزدن، یعنی با آخرین زور خود چوبر بالا میکرد میزد به جان. بعد از اینکه بسیار ما را زدن دیدم که از حال رفتیم یعنی ما کاملا بی‌حال شدیم. ما را از اونجا بالا کردن بردن که زندانی کنن یا که سلولا به اونجا 100 نفر دیگه برد. 进前塔利班讲会尊重女权，不过爱符合伊斯兰的律法。澳洲媒体 SBS 电视台播出一段采访塔利班官员的影片，证实因要禁止女性做会露出身体运动。لپاره دی چې اسلام پالو سي اسلام تطبیق سي او موږ تر خپلو اسلامي اصولو全面宪讲话无算话，塔利班议员一家寻求国际承认，包含爱英国的外交官登去甲喀布尔上班，就急要修复甲各国的关系，高中开大使馆。另外，在塔利班的配合之下，一架载美国公民甲其他外国籍居民离开阿富汗的包机，已经平安降落在卡达首都杜哈。这是美国结束阿富汗撤离了后，第一台继续撤离外国人的班机。机顶差不多有113个乘客。按算同款的撤离行动了后，议员会继续进行。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辑。来看古巴初六开始推动对对体2岁到11岁囡仔自因的国产疫苗主权2号。古巴也是世界头一个体2岁以上的幼囡仔注疫苗的国家。依互另外替囡仔注放射，古巴政府伫咧初六开始替2岁到11岁囡仔注国产的主权2号新冠有放射，互囡仔会当重新登记学校。古巴也将做全世界第一个替2岁以上的囡仔注有放射的国家。Muy importante la vacuna que se le está poniendo a los niños, porque es un motivo más de alargarle la vida, de evitar que desarrolle una enfermedad grave de adquirir el virus. 古巴目前已经有超过400万人至少注过一剂新冠有放射，注射率超过50%。在开始替囡仔注有放射了，目标是11月中重新开放边界，并且达到50%的注射率。Lo desarrollamos sobre la base de plataformas de vacunas infantiles y por lo tanto nos fue mucho más fácil avanzar en población infantil que con el resto de las vacunas, que son vacunas nuevas, con las cuales hay temor incluso de que pueda pasar con la población infantil. 因那澳洲药品管理局 EMA 伫催告讲，目标是伫咧年底进前，踮澳洲授权使用4种新冠有放射，包括俄罗斯的史普尼克甲中国的科兴疫苗。Then we got the Sputnik and the Sinovac vaccines, and for these vaccines, the discussion with the company has been quite constructive, but it looks like there are more data that need to be submitted to us before we can progress with the different rolling review. EMA 同时也伫咧审查德国生技公司的 CureVac 疫苗的数据，也个辉瑞甲莫德纳疫苗所提出的第3期有放射的申请。不过 EMA 伫咧顶礼拜讲，若是无必要，唔免对注过2期有放射的人搁注第3期。公司新闻陈伟林编辑。咱镜头搁转来过来关心在地消息。昨昏伫中环公路大碧线117.5公里的所在，咧进行山架的工程，煞伫咧开放轿车通过短短10分钟内，
发生这个吊车对山架杵落来，弄到一只轿车的意外。这也致使车顶的2位旅客拢不幸死亡。这件事故的原因，即马搁咧调查。头前的吊车雄雄失去控制，加速向后壁倒路，民众看情形赶紧逃走，吊车并落山坎。在匡庐隧道的东侧，这边施工地点发生的公安意外。现场车辆也弄甲密密麻麻，有民众刀伤未赴，当场死亡，家属坐伫涂骹口。他车杆子都已经放下，他在收他的脚的时候，结果他脚收起来，可能是那个气压刹车没有问题吧，结果他就倒车。这个公安意外是发生在中横公路台北线关关路段，公路总局70中道执行山坪的灾害抢修，因为道路正下，工程单位实施正点管制。迄个时阵，施工吊车无侪人，暗过车雄雄倒路，造成后壁4台车拢做伙。头一台白色的轿车，一家伙4个人，看情形跳出车外，暗过妈妈甲第2个查某囝闪袂赴，去互吊车弄着，吊车弄一个无在嘛变落山坪。因为在今年的6月有一个豪雨，然后造成上边坡的一个坍塌那这是一个灾害抢修工程，车辆放行的过程中，那不明原因，那吊车已经溜逸其中一部车辆的一对母女，因为闪避不及，然后遭这个大型吊车撞击，员警到达现场之后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了。我们依照刑法过失致死的罪前来侦办。2个死者甲家属拢是住伫花莲，同日去清境农场佚佗，结果开车行中园要转去花莲的时阵，煞拄着这个灾厄。泰鲁阁公务段是讲，事发当时吊车已经收机条司机嘛落车准备食饭，吊车就雄雄向后壁倒路，弄到后壁被管制车辆。监线人员到现场采验相关事情，对吊车无人坐，哪会倒路？现场施工方法是毋是有疏失？也甲施工地点是毋是甲车辆有保持安全距离？种种疑点拢有待相关单位调查清楚。记者综合报道。新加坡最近查到讲，有民众伫一档内底对发票调涨2000块，而且拢是买亲像1块的鹿啊，这种金额正低的物件，佮买足侪届，就是要来摕发票。因安尼，财政部也预告讲，要修正发票的对奖办法，针对这款超工一直摕发票来兑的民众，掠准因调奖金，也会甲奖金退回来。帮你拍2张发票。买2个物件，超工要求店员分几来介绍开2张的发票，希望摕悬发票调奖的机会。不过，伫高雄有一个民众更加喊过，到各大卖店、超商，2个月来一直买1块的塑胶袋啊，甲2块的白包袋啊，摕到5000张的发票，结果30张的发票调奖，调8400块。是作弊的方式，买那个袋子1块钱，那就可以有1张发票啊，那可以连续买10个。那就有中奖机会了。如果被他们中奖，我心里就觉得很不平啊。新加坡最近审批财政部赋税署2019年11月到2020年10月6期发票领奖的清册，发现有64个人调奖的次数超过100摆，也有2个人调奖的次数超过2000摆。该换算来，估计摕到发票有40万张，等于讲平均每天会使摕到超过1000张发票。发现这调奖机会真悬的人，拢买真侪1块的购物袋啊，也是各种小额支付洗发票来赚奖金。加油就故意加10块，然后就一直在那边刷很久那样。中奖率那种还是看运气啊，也不一定要那样子洗，那样也不对啊。那只是说以前我们可能在其他的通路来讲的话，我遇过一箱铝箔包24罐，他要求才24张太大，对，那个就比较夸张一点了。财政部进前有个统一发票集奖办法第15条修正草案，暂定以无合常规交易也是付款方式，分散摕到大量小额统一发票的人袂予奖金。已经领到奖金的人，所下列主管、行政机关应该发公文把这个奖金入回来。不过财政部赋税署只是发声明讲，即阵伊还在有过期收集意见，也未正式来实施。记者综合报道。天气玻璃灾提醒观众朋友，这个强度的风台灿树来啊！气象局也已经发布海上有陆上的风台警报。东南部即马已经出现大水雨，北台湾的雨嘛是会到愈暗的时间就愈落愈大，提醒乡亲得爱细记。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天气预报的资料。北部地区是27度到36度，中
部地区是26度到34度。伫南部地区是25度到34度。东部地区是26度到31度。华岛地区是26度到36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朱永晓，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